第一次由廣東省、香港、澳門三地合辦嘅第15屆全國運動會即將舉行。今屆全運會有多達34個競賽大項，以及23個群眾賽事活動，場館需求龐大。不過佢同時係全運會史上第一次冇興建新大型場館，亦都冇興建全運村。到底係點樣做到呢？秘訣就係4個字：升級改造。一齊行入呢3個分別位於深圳、廣州同肇慶嘅重點場館，睇下佢哋係點樣透過升級改造去滿足新一屆全運會嘅新需求。廣東奧林匹克體育中心係內地功能最齊全嘅大型綜合體育中心之一，呢一度將會係15運會嘅開幕式場館，會主辦田徑、跳水同水球等賽事。廣東奧體中心最初係9運會嘅主場館，為咗迎接15運會，最新引入咗智能導航系統，藉助 AR 技術同藍牙定位，幫觀眾揾返個位。另外又可以透過語音識別、手勢交互等等嘅方式，實時獲得賽事資訊。而場館最大改造項目之一，係將田徑場原本封閉嘅2樓完全開放，形成架空層，騰出更加多嘅公共活動空間。深圳市體育中心喺15運會期間會承辦羽毛球同足球等賽事。升級改造之後，可以容納嘅人數會由32000人擴增至45000人，增幅超過40%。成個場館亦會變得智能化同更加低碳，例如藉住通過 AI 技術實時監控場館同設備嘅能源消耗，然後再智能化管控，提升節能效益。場館更加採用咗光伏玻璃，既能夠滿足建材嘅功能，亦都可以發電。從此，深圳市體育中心就變成咗一座近乎零碳嘅建築物。至於承辦體操同柔道等熱門項目嘅肇慶，就喺肇慶新區體育中心嘅體育場引入咗內嵌搭草皮同埋 VAR 技術，為場館每年節省高達30%嘅電力以及40%嘅用水。另外，肇慶又修整咗肇慶峴陽湖公園嘅濱湖道路，增添無障礙設施，搭建臨時功能用房，令到呢一個承辦殘特奧鐵人3項賽嘅場地同公園山水育才嘅景觀帶無縫銜接，達至可持續發展。